国际消息，咱要先来看到这个俄乌战争拍还袂煞，即马罗西亚的总统普京12月初6去拜访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甲沙烏地阿拉伯的领袖，来讨论这个石油甲以下冲突，甚至是俄乌战争等等的议题。 苏开35战斗机护航，俄罗斯总统普京随了坐专机访问波湾国家，第一站先到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受到当地两中的军力欢迎。普京也甲阿联总统举行会谈，讨论能源合作的问题。فإن الإمارات هي أكبر شريك تجاري خليجي لروسيا وأكبر مستثمر عربي فيها. 普京讲，俄罗斯甲阿联拢是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愿意扩大两国的合作。这是国际刑事法庭对普京伫咧俄战争犯战争罪发出逮捕令以来，普京罕见的出访。但是阿联甲沙地阿拉伯并无批准罗马规约，所以无义务逮捕普京。普京要到沙国甲旺都沙尔曼就石油以下冲突一个俄战争举行会谈。За последние 7 лет, конечно, отношения приобрели, такое качество и такой уровень, достигли такого уровня, которого раньше никогда не было. Но следующая встреча должна быть в Москве. 因那 G7 七大工业国家集团的领袖，随后甲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举行视讯峰会。美国总统拜登伫咧会后讲，伊希望国会赶紧通过对乌克兰的援助，因为普京若甲乌克兰摕来了，袂就准拄线。Make no mistake, today's vote's going to be long remembered, and history's going to judge harshly those who turn their back on freedom's cause. We can't let Putin win. Say it again, we can't let Putin win. 美国计划要宣布新一波1.75亿美金对乌克兰的援助，不过国会意见无相同，所以拜登希望国会赶紧通过援助乌克兰，若无普京可能会摕到伊一直伫咧五万个上好的礼物。公司新闻郑伟林、张建光编辑。